3板。我覺得已經，我覺得已經。嗰邊有一個射波啊！嗰個係射㗎，零度嚟㗎！喂，點樣夾啊？呢個點樣夾啊？最高時間8秒。唔好落手啊！冇差點咩？有啊。係咪21-13啊？係。攞分。8號3分炒，白色6號 O 板，白色7號2分炒，跟住深色10號板。我肯定望住個分牌係插完之後佢光咗我先知，我先識有分牌。跟住佢係光咗。我想話我嗰個 panel 咧勁難插電。好啊。深色10號炒，跟住呢個係20 O 板炒，跟住91 O 板，然後深色15炒，10號 O 板，跟住白色犯規，6號白色6號2犯。10號罰球炒埋，91犯規，係咪換人？係換人，可以入啦。Wells 借半 T， 你同 Jimmy 借半 T， 你同 Jimmy， 你溝牌同 Jimmy T， 又或者調翻轉。係啊！深色91分，白色45分。白色7號入6號做咯。分數15-21，分數15-21，深色領先。71 3分炒嘅，跟住深色呢個係20 O 板炒，跟住深色91 O 板。白色犯規。3犯規，白色。而家21-10。換人交鋒啊！係而家喐緊嘅，睇支咪啊！就緊有一個鳴叫啊！支咪係咁奇怪㗎，你知唔知？師傅，你冇分牌，你可唔可以揭住分牌俾我哋睇先？你2個鐘頭，你冇理由唔俾分牌我哋睇喎。時間又唔知，分數又唔知點睇啊！我係擺喺台前邊嘅，咁如果你冇理由我哋觀眾唔知分牌啊！
你冠軍戰 book 2個鐘咁高成本，你人有咁多咧，姐姐喺對面貼分牌唔得咩？交俾佢哋啊！交俾佢哋。而家幾多？喺呢而家呢度得嘅。係呢度得嘅。係啊。我哋唯有要咁樣睇係嘛？好難啊！好估緊到佢啦。深色91加一罰球炒嘅，跟住白色22版。22兩分入，20助攻。一下又俾人轉咗入去。快啲啦！快啲！得就得，唔得就得。進攻時間10秒。10秒咗好耐嘅。5秒進攻。白色對犯3次，時間5分半鐘，分數17比24，深色領先。11入1。可以入啦，可以入。你收面，佢傾，你收。係個人請坐。4個鐘，中間啊！有個底，幾位？8秒進攻。你哋白色6分炒嘅，跟住20版。時間5分鐘。深色20炒，20高版2分炒，跟住白色7號版。白色45炒。又唔記得咩添？39。深色91炒，白色孖3版。冇晒，用晒，基本上冇晒。8秒進攻。8號3分炒，深色91版。個人請坐。請坐。時間4分鐘。
住個底，擲住個底，睇半隻。8秒進攻。好。炒嘅，跟住唔中。白色7號炒，花生歐飯，深色飯等等啊！阿威記住，等等。20飯規，可以入啦，可以入。每人入得。Elvis。時間3分11秒，分數19-28，深色領先。右邊。你溝通啦，你後面3個，你手中間冇問題㗎。好嘅。白色對犯第4次。佢哋天花滿啦！天花滿啦！喂，舉手啊！全部舉手啊！113分炒嘅20歐版，跟住白色飯規8號。白色8號兩飯。深色20炒人。我籃板啊，炒㗎！時間2分57秒。20分8號攤，深色10號偷，10號2分入，個人請坐。等陣先，而家得啦。打到先。最後要吹㗎。31分啊，啱啱撳入。係啊，沉得太後啦。白色成炒，深色20版。攞面攞翻波。71入。白色45分，深色71偷，71兩分入。係每人請坐。10號犯規深色。每人飲啦。深色對犯3次，時間2分05秒，分數19-35，深色領先。深色11入91助攻。腳步，喺中間一個，最低有一個，幾位嚟㗎？哎呀！白色8號3分炒，深色20。深色20入71助攻。時間1分10秒。8號3分炒，10號版深色。跟住71槍，白色7號偷，每人請坐。頂位頂多下方面。2分。收到。點解喺度嘅？隔離場嘅分派，我哋就白色馬3版。30秒。
20秒。10秒。我深色10號炒，跟住11歐板炒，20歐板，跟住白色犯規，白色仲有個7號。白色7號兩罰，20罰球炒一，20罰球炒埋21晒。係。